今仔是咱少年教会青少年主日，教会面对青少年，毋通只有要求因好好好势尔定，咱应该期待伊成做未来教会领袖，来成就教会以外，咱应该互因更较侪资源、空间、环境，互伊会当来服侍。感谢上帝，咱的少年教会真注重青少年，有专职牧师甲干事。嘛有好的同工做伙来服侍，运用各单样的资源、金钱来帮助伊。因为青少年在参像家庭中间是开销上介大，但是无气力趁钱的一群人。但是因是教会未来。若是你伫收看网络顶头或者礼拜的兄弟姊妹其他教会，其实咱来注重教会青少年。因为是教会未来啊，即是邀请大家做伙来同心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缘伫网络顶头会当做伙来敬拜阿罗。虽然在疫情的中间，有侪家庭经济拄着困难，生活有侪无方便，甚至破病、身体无平安。阮恳求你安慰扶持，也恳求信神领导伫网络顶头，甲阮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成就，互阮会当得到快乐，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咱拢知影，青少年是以同年纪的人的观念做主体，伫这个年纪嘛是塑造因的信仰甲道德观念上界重要时期。咱必须要好好来引带因伫信仰顶头有好的教导。虽然毋是用惯有的方法甲伊压制，但是嘛毋是放纵的态度。真侪家长认为讲，伫教会中间尊重因的信仰，互因做选择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，教会应该注重信仰，超过功课，超过一切。其实伫礼拜中间，伫过去有实体礼拜时，有实体小组时，有真侪人就是无来教会。我心内底真艰苦，敢会差这3点钟，互伊功课变歹袂？其实袂。伫教会聚会中间，会当帮助伊信仰，嘛会当帮助伊的功课。但是可惜，大概考试的时，教会青少年就变少，因为家长想讲要尊重因啊。但是想看卖咧，伫教会中间有侪兄弟姊妹同款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尤其是些青少年，是无影响伊的功课。检测伫这时期疫情遮尔严重，你若无继续注重这信仰，可能就网络礼拜嘛无咧礼拜，伫小组中间嘛无参加小组，所以愿望咱的教会，咱的家长会当做伙来为着咱的后一代帮助因信仰的起造。现代的青少年有真侪无奈，对因的无爱结婚嘛无爱生，会当看会出来。因烦恼以后无钱头饲家啊。薪水无悬，所以无法度结婚。但是检测，伊讲我要过我家己好的生活品质啊，所以我无爱结婚啊。这个时代无结婚无生囝的青少年真侪，伊压力真大。咱来看过去去年的时间，就生105000个囡仔。去年是上届生上届少一档，嘛是死亡的人数超过出生的人数。真侪人无想要搁打拼，伊讲牧师啊，我遮尔打拼，连一间厝嘛买袂起，莫讲一间厝，一个便所嘛买袂起，我为什么要打拼咧？薪水无真悬，贷款买厝是无啥可能。伊看到讲啊，其他的人遮田桥啊，好野人的第二代遮尔有钱，出世就几啊日呢？
伊安那拍拼，无法度赢过即群人。少年人佫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我嘛是要培养这专长，好好读册。咱无像这好野人，伊只要毕业证书就好。我是要培养阮家己的专长，但是想看觅咧，以后 AI 兴起，人造的智慧兴起了后，真侪头路都无啊！我即马培养我的专长有啥物效果咧？有效无？真侪无奈啊！所以现代有一个新的名词叫“厌世代”。厌恶这世代，因为薪水真低，双向看袂到未来，这是一个厌世代。这群人差不多是1900年代，就是民国80年以后出世的这些青少年。咱来看到这厌世代这群青少年，伊讲。我无食，无恁15顿啊！买厝嘛真困难，所以一开始咱就讲到，少年人真注重朋友、同年纪的团体，所以咱必须爱帮助咱的教会的青少年，互因真年事事会当参加，对因真方便，会当参加小组，帮助伊做伙讨论信仰。伫传道书第4章第90到第10讲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，因为两个人合作效果较好。一个人若跋倒，另外一个人会当扶持伊；若是孤单一个人跋倒了后，无人会当扶伊起来，伊就衰落。所以伫疫情遮尔严重时期，咱盼望这青少年游玩伫线网络顶头会当做伙礼拜。嘛参加小组的礼拜，互因的信仰来不断来进步，互因有彼此带导机会，才袂孤单跋倒。除了咱上界亲的亲人以外，其实教会的亲人需要咱三个来扶持。感谢主，咱教会青少年无因为疫情遮尔严重，无参加礼拜，无参加小组。我看到。因伫网络顶头有小组，有听讲道，但是我真烦恼。咱看到一群青少年有参加的时，咱看这图片真侪青少年有参加，但是有一寡青少年无伫祈祷会中间，无伫网络祈祷嘛，无伫网络做礼拜，这是烦恼的时阵。但是咱咧鼓励咱的厝内底家长。必须爱帮助咱的青少年做伙礼拜，也参加小组。教会的青少年真重要，咱爱加强就是头一项就是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甲态度，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甲态度。头一项呢，就是爱更较侪听上帝、听主耶稣。咱需要甲家长做伙来鼓励青少年来亲近上帝。较侪听上帝，毋是只有注重金钱、学问、学历。咱来鼓励青少年，你不只是毋通只有注重这男女的交往，咱来帮助咱青少年调整，将伊的心神注目转移伫主耶稣才对啊。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讲，主耶稣讲，你要专心。专情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咱帮助青少年将这眼光是注目伫听耶稣、听上帝。这态度是无同款的。你读册毋是为着趁钱，你读册是因为你听耶稣、听上帝，所以你好好用功读册，有一天互上帝来使用。那参像即届疫情中间。台大院长真感慨讲，疫情的中间有一寡医生就请假，真长的假期，就是危险的事经多闪。我相信咱教会培养的青少年毋是，我嘛看到教会而且医生、护士人员真认真伫第一线拍拼，这就是咱的信仰，因为咱的信仰是超过
人所想象人的意爱，伊是上帝最主，毋是人最主的使命。以前的中间，咱的属灵的使命，咱参就会放大来检验，你是怎样来过生活？你是听耶稣，还是听家己咧？咱想看卖，以前正经，你来教会服侍，来做礼拜。但是以前的中间拢是伫网络，无实体礼拜。你有认真做礼拜无？啊，是因为讲啊，因为我有服侍，我才来教会做礼拜，认真服侍。啊，无服侍，我就无认真做礼拜呢。咱的心态是怎样咧？青少年啊，你是有服侍才来做礼拜，还是看到哦别人来礼拜，哦所以哦我朋友拢来礼拜，我才来礼拜吗？毋是啊，咱的生命啊焦点放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所以咱的生命就是要平常养成一个听耶稣超过一切。第二项，咱兴起一群有属灵气氛的一群人，有属灵的即款文化的一群人。咱来看圣经但以理书，咱看到但以理甲伊的朋友三个朋友，虽然伊受掠伫外邦的所在，但是咧，伊无食王所批判的食物。面对生活中间的困苦、冲突、信仰的挑战、危险困难，除了因倚靠上帝以外，因彼此鼓励，勇敢面对困难。甚至王做一个梦啊，这王讲：恁才将这梦甲我讲，无我将恁杀死。但你听到这款话了后，伊就甲伊朋友分享，要求因伫但以理书第2章17节到18节，但以理转去厝内底，将这代志的经过甲伊朋友讲，要求因甲天顶的上帝祈祷。求上帝入面以外，启示这梦的奥妙，互伊无地教甲其他巴比伦的顾问做伙受害。伊转去就是甲这属灵的同伴做伙分享。咱这个世代需要更较侪属灵的同伴做伙来分享信仰。有好的群体，才袂地教一个人受攻击了，就无气力。所以，咱的教会必须爱将这信仰的基础，叫这2、3个人，这青少年叫做伙，组织做伙，不只是伫遐食啉尔，毋是伫网络顶头烧酒要拍电动，应该招因做伙伫信仰的基础顶头。其实，伫咱的教会嘛，是一款的操练，2、3个兄弟姊妹做伙读圣经。看这信仰的教材，传道书第4章12节讲，2个人合力会当抵抗一个人的攻击，单独抵抗就无把握。3个合成的锁啊，无容易游长啊，就是这个真理啊。咱来帮助咱的青少年，甲因叫做伙，做伙服侍，做伙祈祷，当因时常见面。读圣经，信心就做工伫这中间。咱来看一段这个属灵同伴的见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杰安，我要来分享我的见证。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，但我只觉得这个信仰让我有点困扰。在学校常常感觉和同学格格不入，心里很想不要来教会，在主日也没有很认真的听信息。刚升上国中的时候，我其实很不想去小组，也跟妈妈讲很多次，她都会用圣经的话来教导我，每个礼拜也逼我去小组。后来我的小组长欣恩姐姐有问我和于婷要不要陪读，我那个时候会答应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我很喜欢欣恩姐姐。前面1年我就只是觉得陪读是增加我们独处的时间，约时间也很不积极。后来升国3的时候，就觉得这样好像剩没多少时间。
我才开始主动约陪读的日期。我们后来只用半年就把1年的课结束。最后一堂课，仙姐姐跟我们讲，要带着其他的小组员参与分享。后来的4个月，我就有努力的去做，也比较不在乎别人眼光，愿意去陪伴他们，跟他们聊天。在这1年半，我渐渐的让自己主动去跟不熟的人讲话，关心他们，使自己不那么幼稚，也改变自己的想法。在面对考试的压力下，继续来教会，把结果交给神。腓立比书4章13节说道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在考前的最后1个礼拜，同学们都很紧张，但我却一点都不紧张。我感谢上帝让我参加这个陪读课程，让我变得更勇敢。谢谢大家。感谢主，孩子很幸运参加了儿少牧区青少年组的4D 陪读装备课程。这个课程一开始因为是孩子的课程，我们家长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，一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很舍不得他的陪读课程要结束了，他拿着他的第1本陪读书告诉我，读第1本的时候我真的都没怎么用心，但是妈咪你看到这1本的时候，我就很认真的看待每一个问题。他边诉说，我边回想，是耶，陪读大概1年多，后面这段时间，他的确从原本那个很容易顶嘴，导致我更多的叨念，到现在他面对我的指责，他会说，是妈咪，我知道错了。而我预备好更多的大道理，因他的马上认错，也就活生生的卡在喉咙。我的确在管教上一次又一次被他的顺服而感动，也见证到神奇妙的作为。我很感谢陪读的姐姐，她的陪伴和安慰柔软孩子。我们都知道管教常常会有冲突，做父母的求好心切，但有时的确也使孩子和我们有些距离，有些情绪他就是不想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。透过陪读，他有信任的辅导，协助他用神的眼光理解所遇到的困难。孩子面对学校，面对同儕，面对自己的挫败，甚至爸妈的管教，若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力量，找到方向，明白神的爱，这是很被祝福，也是我在陪读中深深的体会。青少年的孩子们好不好？给自己一个机会参与陪读装备，好好的自己来认识神，让神来陪伴你，活出自己的见证。你们在生活中，在学校中，一定有委屈，也一定有软弱，而神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他。认识他，你就会知道你可以依靠他，相信他，他是我们完全的帮助。让我们一起加入陪读装备行列吧。咱来看到这幅图，这是一个属灵生命养成的过程。对无道友开始相信，委身伫教会，委身伫信仰，加做主耶稣门徒。咱用这个课程来栽培因。你有4本的课程，4个课程来甲因栽培。这是帮咱拄仔所讲的见证，就是用这4D 动起来来帮咱。这属灵的操练，不是伫遐开讲，是伫遐用信仰来去做。过来，咱来看这相片中间，就是因普通时2-3个人做伙伫遐读圣经祈祷。去做一个信仰的小组，高中、国中生应用食饭了后，也是讲其他的时间，自己做伙伫信仰的起组顶头。这是篮球队未拍球进前做伙来读圣经祈祷的灵修的生活。第2项，咱爱彼此激励。来结出一个生命的轨迹。青少年
时常有冲动，爱接受约束。常常因是做共款做伙做共代志的事，有即个代志是浪费时间的。咱来鼓励帮助伊，激励因会当往好的方向来行。对咱的基督徒来讲，咱的信仰的态度真重要。但是少年人真冲动，照着家己的意思需要去行。咱看到最近报纸时常讲到，这无信主的人走去这地点啊，啉酒学袂来，甚至走去交警跋筊。疫情嘛，因为安尼不断来传出来，但是对咱的青少年来讲，咱还鼓励伊改掉这个歹习惯。其实这无信主的人有歹习惯，但是咱基督徒嘛有一寡歹习惯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20提醒咱，毋通亲像少年人，咱来多摒少年人的私欲，甲遐会当顺家心求上帝人来追求公义、信实、仁爱甲和平。华本的翻译较好，伊讲你要多想少年人的私欲，咱来鼓励咱的青少年，爱多想少年人的私欲，爱坐甲遐亲近的新的人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面对困难。圣经时常提醒咱，但是这毋是讲咱会摆脱这性命有问题的人，毋是安尼，是讲你注重倒一款的。疫情遮尔严重中间，你甲会戆甲遮有五汉白道人扣做伙，袂啊！你要怎样做选择？少年人啊，你要怎样做选择？你要选择甲什么人做伙？信仰、圣经拢提醒咱，毋通照着家己的私欲，毋是遐烧酒拍电动。咱爱时常提醒家己。毋通爱操练伫信仰顶头。其实伫疫情这个中间，咱有一时间，这是操练咱信仰上介好的时机啊！毋是放纵家己，时常留恋走去黑白佚佗，暗时也无爱困，走去唱歌、拍照，甚至去酒吧内底啉酒、通宵。这是歹的习惯爱改变。疫情的中间，咱爱开时间祈祷，甚至通宵祈祷嘛好啊。少年人，咱会当大大互上帝来使用，互真理引传，会当同心祈祷，满足上帝心意。那亲像但以理甲伊的三个朋友同款，求上帝保守咱的少年人心思稳念，会当伫上帝真理下面。第三项，爱诚做少年人的陪伴者。面对这厌世代的青少年，因薪水无悬，找袂到心目中的对象、结婚的对象，毋知人生的方向。伫这疫情遮尔歹的时阵，甚至有人工课嘛无去。以前感觉做医生上介好，即马伫疫情的中间，想讲哇，医生嘛无一定好啊，爱面对真济医疗纠纷、争议，甲遮病毒。现代的少年人毕业了后，真正毋知要去叨位，毋知要读什么科系，毋知要读什么学校，毋知要做什么款的工课。教会应该怎样来帮助伊呢？教会应该提醒伊。你爱知影你的使命，上帝创造你好的所在伫倒落。咱来看圣经创世纪中间有记载一个小细仔，以扫甲伊小弟雅各，以扫时常走去外口，雅各时常恬静伫咧厝的布边内底做家内事。以扫时常走外口拍蜡，但是无
怀疑伫咧厝，两个人个性无共款，这是上帝创造人无共款的个性。咱来帮助咱的青少年了解家己个性。你要找头路时，你要读册，读什么款的科系，你先了解家己本身，上帝创造你上界特别所在。咱教会同工嘛成立一个心爱规划团体，诚做因属灵的同伴，帮助伊了解家己的个性、特殊的所在、家己的兴趣、家己的专长、家己的能力伫倒落。透过这400-500题的题目，测验出来了后，有33页的报告。伫这33页报告中间，会当甲因做伙协谈、分析、解释，互因了解因家己的个性，真有实际有效、真科学方法来互因了解家己适合什么款的工课，应该读什么科系。但是这33页的报告要开真侪时间啊！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有一群人愿意陪伴，才做因属灵顶头陪伴者。伫协助过程中间，这个团体不只是帮助青少年了解家己，嘛会当帮助伊的家长了解家己后生查某囝。因为这做文员的中间，咱发现讲啊，原来我是这款的人，我是较故意的人，也是讲我较容易甲人接触，也是我较适合做机械方面的工课。有一寡人，伊毋捌做过即款测验时，毋知家己的专长伫倒落，兴趣伫倒落。但是透过做这文员的时，做这题目的时，互伊更较了解家己。尤其是咱的即马青少年要毕业，要选什么科系，时间已经来啊！无几礼拜了，可能就要选择因要读什么科系。所以呢，等伊做了后，有当时家长讲，我就是叫你去读这个科系啊，也是讲我就是安排你去我的朋友公司上班啊。有当时厝内底为着这个代志烦恼，甚至冤家啊。但是透过这个调查表了，互因了解，互因彼此了解，互家长了解，伊个囡仔适合读什么科系，适合做什么款的头路，或者辅导员嘛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，互因彼此有和谐的关系。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2节。讲我写批互你提摩太，就是我伫信仰顶头属灵的囝，真正属灵的囝。保罗甲提摩太关系真好，保罗时常陪伴提摩太来成长，诚做伊属灵的同伴。伫教会的青少年遮尔济中间，有甚物人会当诚做伊属灵的同伴呢？咱必须要帮助这群青少年了解家己，甲因做伙同工，互伊会当使用上帝互伊的文书。不只是这生涯规划的专题了后，互因了解家己。咱需要更较侪人来陪伴伊，帮助伊。伫教会有真侪青少年的活动，无论小组的活动，也是讲这同工的投入。其实你也想看觅，教会遮尔济青少年的活动，若无这青少年的辅导小组长帮助，透可能的。这群青少年，诚做因属灵的同伴，帮助伊的信仰，了解伊的家庭。这是无简单的一个代志。这群青年社青愿意开时间亲近，诚做伊的属灵同伴。咱亲像保罗甲提摩太的关系同款。教会的活动中间，有甚物人会当诚做伊属灵的同伴？
这样在活动的中间，不只是爱去做因的信仰，那这辅导员嘛是甲因信仰做伙来成长，帮助这群青少年，上帝嘛帮助咱这群辅导。这多边是咱福音队要出发进前的训练。真侪青少年组织做伙，毋是伫遐开讲、泡茶、佚佗，会当接受装备训练，诚做上帝会当使用的一群人。这是福音队的真正的训练。这是大专组的小组，咱大专组嘛有同工倒伫这关怀的顶面，做伙为着这个大专生来祈祷。搁咱有参与伫这敬拜团的活塞，咱的篮球美队，搁中组、搁校组，这是美队。过来咱咧看到这是高中组甲社青一组。这群人陪伴因信仰的成长，需要真有耐心甲时间。教会这么侪活动来帮助青少年。但是呢，咱毋茫有较侪人投入伫这中间，这么侪青少年需要关心，其实现有的同工真正无够。伊不只是平常时爱努力打拼上班，拜六礼拜爱伫教会好使，甚至咱嘛有义工投入伫数学班的教学。平常时打拼工课，拜六搁爱接受训练。甲我做伙来学习，带青少年，做伙来关心青少年，这是真正无简单的。但是题目太真济，保罗伫倒落咧，我们咱拢会当诚做伊属灵的同伴。上所尾，无需爱提起咱每一个人，家庭中间上界重要是啥物？就是诚做咱细囝信仰的陪伴。当政府宣布，咱的伫厝内底读册时间延到6月28号时，真侪家长真烦恼啊！那亲像这图片中间，巴奈顺子伊讲的，若是讲你有以下的镜头，读甲听头晕啊，看袂清楚。时常袂记东袂记西啊！这可能毋是你有武汉病毒，是你的囝伫厝，你的后生伫厝内底，逐工甲你做伙，毋通怀疑啊！你要得着病啊，是囡仔伫厝内底。相信每一个家长拢有即款的困难，但是毋通忘记，咱透过这疫情的中间，有够较侪时间甲咱的细囝做伙，咱必须爱。利用这段时间，帮助咱细囝、咱的囝儿信仰的起造。咱是属灵的亚坎，属灵的官兵。咱家长会当透过这疫情的中间，真密切关系，开较侪时间，甲伊做伙帮助伊信仰起造，诚做伊属灵的同伴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。求你帮助阮，其实阮有智慧，甲你做伙来同工帮助这世代青少年，互因袂当伫愤怒、失去愿望的中间，勇敢来跟对主，会当分别做成，伫这黑暗的世代，诚做主耶稣所使用的器具。伫少年时会当疼惜因所有限的时间，学习你的话语。努力打拼，将你所交代的服侍完成，毋通互这个世代价值观所灭去，会当建立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诚做这个世代的光甲盐。愿上帝听阮的祈祷，愿上帝兴起这个世代青少年，诚做主耶稣的门徒。阿门。